花西在地新闻，为着要来改善着低薪的状况，政府决定要甲1586间就市就规的公司，因的基层员工的薪水公布给大家知，同时嘛要甲员工的薪水列为公司评比的项目，也就是讲，打来这低薪的企业将会失去着竞争的优势。 伫精彩博览会上，真侪人想要问半导体公司敢有欠人。来看证交所公布的上市基层员工平均薪资的名单，第一名的联发科，每一位基层员工平均会当摕到270万的年薪；排名第二的联咏，年薪是254万。前20名当中，半导体产业就占16间。 半导体产业嘛 ，IC 设计，那这些都是比较偏重于技术还有专业的人才的养成，所以他们也会比较可以给予比较高薪的原因。伫前20段高薪的企业名单内面，会当讲拢是半导体公司占去，不过却有一间汽车公司伫名单内，而且基层员工平均的薪资也阁冲上第9冠。 不管是在新车的贩卖，或者是它周边的一些服务，或者是保险啦、分期这一类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周边事业都建构得很完整。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关系企业哈，它的获利水准回馈到母公司，所以会让我们整个获利水准哈，大概是每年都有一些进步。 9个月起跳的绩效奖金加3个月年底奖金加起来，相当是一档的薪水。员工做一档，等于是领2档。 嘛，因此员工的流动率只有3%，但是豪泰汽车恐惊是传统产业的自由生，伫上市基层员工平均薪资的名单内，113间的基层员工的年薪无到50万，其中就有78间是传统产业公司，嘛压过平均薪资。根据行政院的新政平台，嘛显示台湾有一半的受雇劳工月薪拢无到4万。 受雇人员他的在薪资分配上是偏向右偏，那表示说薪资是比较不均的，而且是呈向低薪这部分的人相对来说人数是会比较多。这个中美贸易战可能有产线迁回台湾或者是转单的效益，那毕竟要跟同业抢人才或是留住人才的话，薪资的部分的调整机会会比较高。 人力银行统计嘛发现，2019年下半年企业加薪的意愿较悬的行业，排行第一的也是科技、资讯业，高达70%的公司愿意帮员工加薪。再来是制造业、甲金融业，要改善低薪，政府嘛出招。金管会已经甲上市、上柜公司的员工薪资纳入公司治理评比，让市场的力量淘汰低薪企业。国内产业嘛，得加速升级脚步，才会当互更较侪民众有更较悬、更较好的薪水。